中华的朋友，大家食饱未？观众朋友，大家好，老师平安。平安。咱的中华还未洗了的吼，因为咱今仔要来看一个伊嘛是为英国来的哦，伫中华起一间足大的病院吼。我顶礼拜有讲，你迄阵伫中华的时吼，大家拢知影林捌的即个老医生、老蓝医生，人拢叫伊老蓝医生对无？因为叫伊老医生是因为因囝有哪伫遮做医生，拢叫做拢共款叫做大笔。迄发音啦，虽然英文名无共，毋过发音拢是大笔。免分叫老医生，迄个就变少年，因囝就变少年诶。是安尼因兜吼，毋仅是因囝哦，因规家伙仔拢是奉献因的性命吼，伫台湾吼。听讲即个是40档，咱会当看着相片，这规群人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有人知影无？会当要看卖啊吼，咱的老师会甲咱讲哦。来即个，咱今日要来介绍诶咱台笔吼，咱台语来讲叫台笔应该有人有疑问就讲大尾毋是讲台位吗？是安尼来变台笔呢？是啊，因为有人安尼问我，其实是位是卫国诶位，还是讲卫生诶卫，还是那个讲笔？台语无别的音，毋过咱爱参考就是讲，咱甲迄个外国的名用台语发音，因为用台语翻过来。台语的汉字是照来用尔啦，无意思。你若一直要甲讲汉字迄个意思，就毋对啊。台语是照伊的音尔定吼。因为David 迄个英语David 是毋是笔？是，都行诶。你若翻做位 David 大位，我查足济去。豆花去啊，所以讲台笔，咱大家拢讲咱台笔医生，伊伫Glasgow诶文学硕士毕业。伊虽然即届来有家己个梅干部牧师吼，相款两个人拢是Glasgow大学诶文学硕士毕业诶啦。毋过咱台面呢去读医学院，就是去爱丁堡医学院读医学院。另外甲伊做来诶梅干部牧师呢是去读神学，所以两个人伫台湾配合甲足好诶。一个医病，一个做牧师，就伫遐报的宣告，两个人做吼，因两个共款，所以合作甲真密，两个人上密诶，两人当做一人咧用，安尼就对啊。伊伫1895年就是日本来台湾迄一档，一档因三个就是咱台北啦，甲梅干部啦，甲连德律牧师三个来。后来因三个来无偌久，当然因来遮就爱学台语啊。因伫台南安平上陆以后，就来台南。伫遮开始学台语，就请一个秀才，叫做林彦成，这个秀才来因教台语。后来即个林彦成受因的影响，伊家己也说咧，后来成做牧师。伊来遮就学台湾话学晓啦，但是到过年，你看来差不多到新的一年到，因三个人拢得着叫做寒热仔病啦。因为迄阵外国人毋是伫台湾出世诶，来遮有寒热仔病会传染，拢无抵抗力啦。台湾人无遐尼简单传染着，因来差不多大家拢会得。结果因三个人来拢总得，得就走去小琉球静养。春天啦，所以因来诶春天，差不多2月就去小琉球伫遐静养。静养就计划好势，来两个就咱台北甲梅干部牧师两个配合，就来伫彰化。代替迄个咱前礼拜讲诶，迄个少年的离开世间迄个医生。
连这个牧师就留伫台南，就是安尼，因3个人就分开，就安尼离开，逐个人去做工作。是，所所以咱以，哦，即阵哦，小琉球哦，迄个算在足奇怪诶所在啊。因为发现即摆全部拢是，逐个人拢毋敢去，因为逐个拢在地动啊。地动嘿，逐个人走去佗，拢走去小琉球咧停困，安尼啊，咧放假吼。较早是咱伫台湾着病，因为伫台湾即个环境哦，因无法度得病迄个寒热啊病，就是疟疾啦，无法度得病。所以因就走去小琉球来静养吼，这是即阮较知影小琉球是一个好所在呢，一个真好诶所在，清气诶所在，会欢迎大家有闲去耍，去找老师诶后生吼。嘿，伫遐迄个民宿安尼。后来咱来看1896年哦，因对小琉球转来台湾，因就是去彰化哦，就梅干部甲南台面诶，就去彰化，就接续迄个罗家敏医生，咱前礼拜讲迄个啊，伊26岁就来离开哦。对。遐做医疗诶时间，因伫遐做2间厝啦，一间做礼拜堂，一间做医馆，就开始啊。即个南医馆，即个南医馆哦，后来变做基督教诶，叫做彰化基督教病院。是，就是即个彰化基督教，就是因为顶界迄个罗医生吼，伊做少年的过身对无？迄个转去，对，伊伫遐有建立基础，来有人去英国甲因讲即个消息吼，有需要人，所以咱医生就接受伊诶工作吼，因为伊而且做甲真好啦，伫彰化吼甲大社2位吼，拢做甲已经拢有起色啊，毋过遐尼紧就来离开世间，因为讲诶是，就有人感动啊，就是咱医生就感动啊，伊就要来做医疗诶团队。对吼，有感动就爱真正有来做哦，吼，无简单诶。真侪时候咱拢足感动诶吼，但是拢停伫遐，嘿嘿。所以伊就是遇着一个因水某。对，伊才42岁，伊来时是25岁来台湾，到42岁，伊来就拢无用咧做医疗诶工课啊，其实拢做无用。到42岁，因为一届伫台南开会咧宣教师诶一寡会议，迄个来台湾诶，迄个就是连马玉女士吼，姑娘啦，因叫做连马玉姑娘，伊有哪去开会？因为伊来台湾，伊派来台湾，因为咱是苏格兰诶人啦，吼，伊派来台湾是做教育诶宣教师，所以伊伫中英女中伫遐教册，就是台南女二啦，伫遐教册。因宣教师会议诶时，伫台南，逐个人着做伙啊，做伙2个人着拄头就是遇着吼。阵遇着伊吼，男医生伊42岁，即个连马玉姑娘伊甲28岁，2个人着问一寡问题啊，着有一寡负担吼，伊就感觉2个人着安尼结婚就对啊。所以结婚，你看因着伫英国诶领事馆来结婚，结婚以后伊就做护理诶工课。个因为伊是咧教育诶，伊伫伫女儿时吼，伊伫女儿时是教音乐啦，教迄个音乐教一寡册，所以结婚以后就做教囡仔唱歌啦，教罗马字。迄阵诶牧师来遮拢是教罗马字啊，因为教得安尼较紧，就会晓读册，会晓读圣经。是。所以伊就是遇着即个少年诶，即个人佫愿意嫁伊哦，而且佫有发生一项代志，后礼拜才要讲诶吼，对无？一定爱来。真重要诶，全世界拢知影诶代志。
真正有厉害诶哦。啊，就是伫台湾诶中部吼，因遐尼远哦，毋是伫台湾熟悉诶台湾人，是专工为英国来互伊带诶人吼。即个蓝师母吼，无简单，而且做少年吼，所以伊要转去诶是其实我伫迄个 Facebook 还是伫 YouTube 顶悬诶写毋对吼，观众朋友原谅者。伊应该是伫台湾服务即个40天吼，毋是60天哦，是即个40天41天吼，即个41天诶时吼，就退休吼，所以。咱来看一张啊，我写是讲1896年，就是讲对小琉球倒转来台湾以后，因伫中华设立病院，毋是拢等人来看病，咱普通拢是等人来看病。咱即摆医生是安尼啦，咱爱去医生馆来找医生。较早毋是，伊着骑脚踏车去逐个。去逐个角落，就是讲逐个农村啊，对位爱共看病，是安尼哦。啥物人破病，医生去，毋是讲破病人来医馆，毋是遐尼好哦。啊，是讲伊有时着坐，咱知影较早台湾即个所在啦，有种甘蔗，因为日本，咱即摆咧讲诶是日本时代，迄阵日本管台湾。日本是用台湾的甘蔗吼，做一款经济作物，所以迄个农民呢，就是讲做事人种甘蔗，迄甘蔗就是政府的，恁家己种的人都袂使食。我会记我较早种甘蔗吼，听讲迄款咧客糖的甘蔗袂当来食，阮兜种的哦，但是袂当来食，若互掠着讲哦，就会互罚钱啊。是哦，因为感觉足俗诶。因为伊迄种起来讲，你这甘蔗拢种阮诶，拢会社诶，所以人家有一句话讲，第一讲就是啥？第二讲种甘蔗互会社帮，就讲你种甘蔗，会社就甲你交去客堂啊，会社就甲你讲，你这甘蔗是几斤，你也无看诶啦，随着人讲。所以讲，第一讲就种甘蔗吼，互会社帮。伊若100斤，甲你讲50，你嘛是互50，甲你讲偌济就偌济啊。迄拢用火车咧，规台火车安尼帮是要安怎知影偌济吼？凊彩迄阵拢我会记吼，拢坐5分车，载甘蔗的火车就是5分车啦。5分车当然有几载会当坐啦。医生诶，有时要赶去一个所在共看病诶时阵就坐即款火车。就是看甘蔗做伙去。坐即款甘蔗诶火车啦，甘蔗诶火车叫做5分车啦。5分车。5分，这是我诶时代阁有，即阵诶时代已经无啊。即阵无。是阮即款60、70岁，若已经拢。离开世间以后，逐个都拢毋知影。这工课拢毋知。伊就拢。台人咱想有看过迄个。有，即摆阁有啊，阁有留咧做观光吼用诶。足侪所在阁有留咧。是。所以站长呢，咱知影讲火车无咧等人，毋过火车会等男医生啦。若知影男医生要来坐即班火车，讲门车开咧，等咧，等男医生来咧。安尼诚赞，叫火车等我。火车有哪会等人就对。所以人逐个拢捌伊就对啊。逐个捌伊吼。来1936年来台湾服务41年来医生伊要退休倒转英国，伫送别会诶时阵吼。有几千人伫火车站甲伊送啊，毋过即张图是伫迄个送别会时翕诶。伊家己就讲吼，医生家己讲，我伫台湾40年，因为我诶医术学问无足，就是讲无够格。虽然伊伫真侪病人好去，毋过死亡诶人也真侪，互我真歹势。伊感觉讲足歹势，讲。无甲恁医好，佮互恁死去。
那伊讲医好足侪人对啦，伊捌安尼一日拢医好几千人也有。哦，几千人吗？哎，因哦，为伊有一段时间记录有3000人嘛，伫大社2个月有3000人。伫中华遐哪有较大日的时阵拢几啊百个人咧医啊，但是伊的助手都有90几个呢。哦，伊的护士就有90几个，毋是讲9个，90几个，是足无用的，因为迄病人真济啊。嗯，因为是安尼，所以逐个拢捌伊。伊就是安尼，防险伊家己拢毋是为了趁钱就对啦，伊病无收钱的啦。哈，佫无收钱哦。系啦，所以伊生理遐尼好，毋过伊拢无趁着钱。迄若即文的人应该是不可思议吼，咱讲的吼，因为医死人的拢无管我的代志。伊的故事也是足侪讲袂了，伊在等英国的事，逐项拢无，所以总会基督教当然伊病已经趁足侪啊，中华病院做好起来啊。讲买一台车互伊嘛无啥，所以就甲伊买一台车要互伊伫英国啊，伫英国的南部。要伊甲车个卖掉，甲迄钱个寄行中华病院。伊无爱就对啊，要互伊用啥伊拢无爱，伊一家人都无爱摕台湾的。伊咧起物件伊奉献，但是伊无要摕倒转去，所以伊有安尼凭足善车的来过伊的一生。是，所以伊有足爱圣经的两因句话。为伊伫少年的时听到迄个感动的声音，伊就要奉献伊家己互上帝，奉献互上帝就家己无主权啦，就是讲上帝叫伊对伊就去对，是要服务，毋是要趁钱，毋是要为家己伊要用伊的生命来互人使用，就是安尼啊。所以基本上圣经咱来读耶稣佮甲因讲，恁着去普天下传福音，互万民听。耶稣的交代，耶稣离开世间的时阵，有交代耶稣讲，恁着去传福音，互万民听，这是第一上重要的命令来。马太福音佮有写着讲，所以恁着去调万百姓来做学生。教因行洗礼，互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爱甲因洗礼，互因正做，这是一个，就是讲你正做上帝使用的人，爱讲你真正了解，咱拢是生命是对上帝来的事，安尼愿意甲家己的生命奉献到上帝的人，免怎做，就是爱安尼。伊的目标就是要传福音。叫人了解，这个白白会当得救的福音是偌尔宝贵，这是因的目标啦，活的目标就对。好，咱今日到这，后礼拜继续。对啊，观众朋友，你有因为一项代志感动的无？会家己试一个赞哦。嘿，就是讲诶，咱每一个人其实拢有足侪时阵听到足侪故事，拢足感动诶。但是有的人感动会当做大代志，对无？有的人感动可能是一个安尼咱俗话讲的火车拢愿意等咱医生所以真正是伊的疼心是互人就愿意来要安怎讲学习所以无论咱有啥物款的感动希望咱拢会当甲这变成变做啥物一个行动，无管是为着上帝做工其实是做好诶，对无？虽然讲咱想人看起来是无钱诶但是伊有水某，就是讲毋免烦恼哦。即阵还未结婚诶观众朋友，你若感觉讲找无某还是找无翁诶毋免烦恼，先做上帝工上帝甲迄个上适合诶人对无？为迄个做远诶所在，嘛是带来看来做伙，看来做伙伫你诶面头前
对啊，无毋对吼，是足感动诶吼。叫咱长大好是母亲节对无？嘛要先祝福咱观众朋友吼，母亲节快乐！就是每一个，就是迄老母吼，伫后礼拜咱要讲到即个因某诶代志吼，真正是伊甲每一个病人拢当做老母对无？当做囝儿啊吼，当做因囝，当做因家己诶人啊。当做伊家己诶人哦，所以吼有做一个全世界拢知影诶代志，一定爱来听。好，今仔日就多谢老师，多谢咱诶观众朋友，看到吼，中华毋是中华，泰国诶朋友吼，真欢喜吼，看到恁嘛欢迎咱中华诶朋友吼，你若有伫线上诶吼，嘛会当甲咱讲者吼，你是为中华来诶哦，看咱讲了有对无吼？对，多谢美秋哈，明辉、淑华、美华吼。好，安尼咱后礼拜佫继续讲因某诶故事，咱医生吼，其实因囝嘛做名诶吼，爸仔囝拢做名，规家伙啊。好，安尼多谢老师，多谢观众朋友，大家平安。对，咱即个袂记你讲，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就是泰国诶7:10，台湾8:10，澳洲2:10吼。因为即个节目是泰国诶启蒙基金会同台南吼，台湾。台南新教会林老师做伙主持吼，希望咱会当用台语来讲台湾的故事。好，安尼大家后礼拜再会。